这个中部落大雨，彰化鹿港一间庄仔下厝规栋总倒去，家在无缀着人。另外，台中太平嘛有厝，因为这个大雨规块壁陷落来。透早5点，因为地震，台中潭子一间土角厝是摇倒去，厝边隔壁真紧张，赶紧来报警，讲有2母仔囝待伫内底。救援队出动山鸟，挖到一半，厝主现身了。好你家在，这个后生带着老母仔去洗油纸，无伫咧厝逃过一劫。台中潭子这间土角厝倒去，土角一个放落来，厝内面的通路拢塌掉咧。我后面这栋土造房子呢，原本是2层楼的，现在呢因为崩塌，全部的土石都压了下来，有一辆轿车呢挡风玻璃都还被压垮压烂哦。而原本呢传出有2个人受困在里面，消防人员赶紧派搜救犬入内去搜救。厝边讲，这栋厝平常时是住一个行动不方便的91岁阿嬷，要伊40多岁后生，厝倒落去了，卡因后生的手机啊拢无通，2个人可能还伫内底。消防员带搜救犬入去找，抑搁找点外钟拢无找到人。正当这个消防队要调派大型机具来挖的时，警察有敲通因后生的电话。无要大声。哦，即摆人无人，无人伫内底啊。啊，你妈妈即摆人伫倒位？在洗肾啊。人出现啊，讲母仔囝无住伫遮，透早带因老母去洗油纸，所以讲手机啊拢袂通。它是连日下雨，而且这个是土造房屋，然后加上早上这一波5点多这个地震，应该是这个地震把它震掉了。台中落大雨，透早5点外，还有一场震度3级的地震，土角厝挡袂牢。太平区中平7街这栋厝嘛，因为落几啊天的大雨，规面壁崩去，整个将隔壁停的这脚踏车跌害了。中华鹿港这间家厝啊，嘛是因为落大雨，一寡厝顶拢崩去，壁嘛倒去，袂输比轰炸同款。大声嘣一声啊，就变成这样子。刚才厝倒落去的时，内面无人。中部落大雨，搁有地震，有厝倒去，有真的乡亲拢着惊。